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即几工特别较冷，所以咱爱特别坐伫迄个座位顶头吼，嘛爱穿好烧。穿好烧吼，敢若安眠被共款，若困去吼嘛不要紧啦吼。困去就伫上帝的圣殿内底困去，我相信是上帝特别的祝福甲稳定。即时咱来吟唱，伫早起时咱所要做伙吟唱的圣诗，头一首是43首。起个音给我们就好。来，咱对头来，预备，来。世间情人拢叫添情，天生徛伫面前，我的看有世间相思，当阮等伊相思，上帝降临伊的圣。咱着敬拜是敬佩。这首歌其实，词的部分是真古典吼，是已经1500年前的词。然后这个曲，真侪人拢有识。这个曲是这个19世纪的法国因的传统的。这个诗歌，所以透过伫圣诞节的时，圣诞节也未到进前，咱会当伫做伙敬拜的过程内底，做伙透过这首诗歌来提醒咱本身。咱来吟第20就好吼，预备来。王的王的玛利亚是，早前伊马条天生，主的主情人类依旧，伊有血也有肉体，将本身做我命里牛，相思心都结爱悲。这时，咱再来献开圣诗第621首。这首歌的词嘛真特别，这首歌的词其实是对迄个天路历程的这本册作者伊的生命，伊的迄本册所描述的一个信徒的生命。伊讲信徒的生命，敢若亲像行伫一条路顶头，所以是根据迄个词所写的吼。所以咱来吟第1节就好，咱来吟第1节。预备，来。勇敢的我心中，也真难过，无论何海见路，kun对我救主，虽不是个日子，我等那无用的，对其他所以我永真行的路，咱拢做伙行伫一条路顶头，所以当咱咧行这条天路的时，愿上帝的恩典就甲咱做伙伫地，请陪伴咱的心。
各位兄弟平安。平安。这是礼拜要来开始，请咱备办安静的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感谢。甲主结连会欢喜，我搁讲一遍，着欢喜。毋通挂虑啥物，万事着用感谢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这是大港节的第3主日。这期大节叫做欢喜，愿欢喜的光对咱每一人生命中照出来。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你知我时常无甲你结连，失去欢喜的心，求你帮助我，将一切挂虑向你讲出。万事用感谢的心，相信在阮需要的主，必定会赐落真正的平安。奉主名求，阿门。请咱来唱圣诗。圣诗43首，圣诗43首，世间尽人
拢着添情。要将车起入因转手。此时，请咱犹原徛伫，用四图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独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拿多入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是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要将车坐。这是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13篇，启应文第13篇，我来启，大家来应。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远的上帝。我每日用目屎尽饭吞，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我对念这个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
仰望上帝，我遥久要称赞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捂住。你的瀑布出声，亲恩甲亲恩相呼应。一时上主失落伊的慈爱。我要对上帝，我的招伴讲：你哪会袂记得我？我会对敌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捂住？仰望上帝，我遥久要称赞伊。请三甲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爱的上帝，阮感谢学罗你，感谢你保守阮的生活，互阮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感谢你赦免阮的罪，互阮诚侪新创造的人，灵命得到更新，也因为你有无限的慈爱，互阮会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你丰盛的恩典。阮向你恳求，帮助阮有勇敢佮充满怜悯的心，嘛诚侪这世间的圆甲光，让阮学习信靠你，学习彼此相听，诚做合你心意的器具。带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诚心敬拜学罗你，求你即时引带阮入伫你的圣殿。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时，三甲来看上帝的话，伫创世纪45章第1节到15节。创世纪45章第1节到15节。我来读。约瑟论袂调，对遐个伫身边服侍的人话讲：恁拢出去。约瑟对伊的兄弟表白身份的时，无别人在场。伊出声大哭，埃及人听见，消息嘛传到埃及王的王宫。约瑟甲伊的兄弟讲：我是约瑟，我的老爸要永永无。伊的兄弟拢惊甲共去，毋知要安怎应伊。约瑟阁甲伊的兄弟讲：较我来我遮咧，因就我去。伊讲：我是恁的小弟，互恁袂来埃及的约瑟。恁毋免因为袂我来遮辛艰苦自责，这是上帝派我代生恁来，通保全大家的性命。打饥荒已经2年，还有5年袂当种植，无通收成。上帝派我代生恁来，是要留恁的后代伫世间，恁要解救恁，搁要解救恁，保全恁的性命。安尼看起来，派我来遮的毋是恁，是上帝。伊阁互我食做埃及王的首席顾问，做埃及的宰相，管理全国。恁着赶紧去甲老爸讲，你的囝约瑟安尼讲：上帝互我做埃及的宰相，且落来我遮，毋通延迟。你甲你的囝、你的孙、甲牛群、羊群，以及一切所有的，拢通来住伫离我无偌远的高山地区。我要伫遐奉待你，因为也有5年的饥荒，
才免你甲全家以及一切所有的歹过的日。约瑟阁讲：打恁甲小弟便雅悯拢有亲目看着我，阁甲我讲话。恁着将我伫埃及一切的荣光，甲恁所看到的事，拢甲老爸讲，阁着赶紧接老爸来我遮。讲煞，约瑟拍伫伊的小弟的红棍蹄口，便雅悯嘛拍伫约瑟的红棍蹄口。约瑟阁甲遐的兄哥三针，咱咧吵。后来伊的兄弟就甲伊讲话，但米请信歌队要助你。这时，请牧师来正道，伊要分享的是找我来的是上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做伙来组织敬拜上帝。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3主日，咱也点起这支蜡烛火，代表的是欢喜。就亲像腓立比书第4章所描述的，基督徒的欢喜是伫死亡的所在，也会当看到生命。好，这叫做基督徒的欢喜啊！死亡的所在，看到生命；艰苦的所在，痛苦的所在，看到毋茫。所以这叫做基督徒的欢喜。所以真冷的手嘛，需要温暖的双手。所以，请咱甲附近的兄弟姊妹，虽然咱真冷的手，总是有另外一支温暖的手，会当互咱得到温暖，安尼上好。所以，
请甲附近的兄弟姊妹握手，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愿上帝稳定甲你做伙伫地。假使啦会当握手是上好，会当握到迄支温暖的手，迄双温暖的手会当帮助咱更较温暖。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温暖入伫阮的心，帮助阮真正听见上帝你的话。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创世纪45章第1节，就一开始就咱描述安尼的记载。咱做伙来读看卖啊！吼，做伙来读来。约瑟忍袂牢，对遐个伫伊身边服侍的人话讲：恁拢出去。约瑟对伊的兄弟表白身份的时，无别人在场。约瑟表明身份这句话，原文应该翻译做，应该读做约瑟互伊的兄弟认出伊的时。犹大伊的兄哥，伊的第三兄哥的请求，互约瑟我都挡袂牢，会感受情感一困就撑起来。所以创世纪45章第2节安尼讲，做伙来读。伊出声大哭，埃及人听见消息，嘛传到埃及王的王宫。所以咱就知影，迄个哭声既然会透过厝传到另外一间房间，咱安尼咱就知影迄个哭声偌了解吼。这个描述是安尼吼，迄个哭是哭甲迄隔壁迄间厝啊，拢听有呢。虽然约瑟无想要互帝国埃及这个国家知影这样代志，总是也是传出去，因为挡袂牢，哭伤厉害啊。总是约瑟这时来表白伊的身份，是为着这个家，毋是为着这个国家，毋是为着这个帝国。创世纪45章第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约瑟甲伊的兄弟讲：“我是约瑟，我的老爸枵永无。”伊的兄弟拢惊甲硬去，毋知要安怎应伊。所以咱伫遮见证，也是读到约瑟表白身份的迄个时，就是迄位早互人认定已经死的人活，一个已经想讲，迄个人都无可能伫地活起来。然后呢，伊的梦变做事实。莫怪即群兄弟第一个反应叫做硬气，台湾话讲硬气。硬气，无法度，连讲话拢讲袂出来。所以约瑟会表明伊的身份，也是即群兄弟爱重新来定义因所面对的情势时，因为对现在开始，因爱甲即位妖活地，总是心思真复杂，有掌管因生死关系。约瑟这三角斗阵，无共款哦，甲国在迄个约瑟无共款啦。所以，即群兄弟的反应，甲福音书咧描述，一群门徒发现耶稣国外的时阵，真类似。因为马可福音16章第8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惊甲皮皮喘，毋知要安怎。就对亡人出来，直直走。我相信即群兄弟当时来当走吼，迄门啦拍开，走跟那飞啦。所以创世纪45章第4节，说来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做伙来读来。约瑟，佮甲伊的兄弟讲，
较活来，我食咧，因就活去。伊讲，我是恁的小弟，互恁未来埃及的约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约瑟头一句话就直接饲着因兄哥心内底迄个情啦。第一句就同因讲，我知影，我迄时阵互你买来，我毋是拢无去啊，我毋是拢放袂去一路。总是伊头一句话虽然指出伊的兄哥的罪，总是也是要互即群兄哥相信伊是约瑟，因为这项代志只有伊甲伊的兄哥知尔，对无？这项代志只有伊甲伊的兄哥知尔，无人知。总是真明显，约瑟对头到尾拢毋捌袂记这项代志。当然，这无可能放袂记一啦，无可能放袂记一。创世纪45章第5节，续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毋免因为被我来遮心艰苦自责，这是上帝派我代先恁来，通保全大家的性命。总是毋通家己责备家己。伫遮其实出现伫这个整段约瑟故事内底，上关键的一个名词，也是上关键的一个想法，就是这就是上帝奥秘的行动，找我代先恁来，为着要保存咱大家的性命。咱即家的性命，马丁路德伫伊的讲道内底讲到这段的时阵，提醒咱，伊讲当约瑟咧自我表明的时阵，伊并无用埃及王互伊的名。咱也知影埃及王互伊一个名对无？迄个名我真长，我嘛讲袂出来吼，直接读袂出来。好，是用伊本来的名。伊讲我是约瑟，什么意思？就代表伊是上帝加天的迄位。千万毋通袂记住约瑟这个名的意思哦。我讲约瑟这个名，跟咱台湾名添丁啦。加天，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加天啦。换一句话来讲，伊讲我就是上帝加天的迄位。虽然伊的兄哥真想讲要将这个加天的小弟啦杀掉，总是真明显，上帝加天的无人会当弃绝，无人会当互伊无去。只要是上帝加天的，上时更较要紧的是创世纪45章第61所讲的。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打期远已经2年，还有5年未当正做，无通修成。就亲像真侪年了后，上帝托先知以赛亚一群受掠的百姓安尼讲。创世纪以赛亚书第41章第90到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是我对地的极头带来，对上远的角落调来。我有对你讲，你是我的仆人，唔免惊，我不是甲你同在，唔免惊，我是你的上帝，我要互你坚强，要帮助你，我要用胜利的正手保护你。我相信咱的性命内底有真侪惊吓。咱会惊家己过去的罪，互人逼空，隐藏迄个过去的罪，互人逼空，也是互人表明出来。咱会惊受妖受苦，咱甚至嘛会惊家己体内是毋是有隐藏的病，咱会惊无确定的明仔。总是约瑟真明确咧宣告讲：恁爱知现在这个期远才2冬尔，咱一直想讲这个期远1冬2冬安尼就够吧，
叫约瑟讲无，未来还有5冬。所以创世纪45章第7节，约瑟的话佫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派我带先恁来，是要留恁的后代伫世间，佫要解救恁，保全恁的性命。我相信伫约瑟逐工咧受苦受难的日子内底，有可能逐工拢咧想讲，啊是安怎上帝要将伊带来埃及？是安那伊逐工拢爱忍受这个苦难？我相信这个是安怎？为什么？这个问题一定时常伫伊的心内底一直在想。后来当伊真好运，咱爱知影，伊互人提升做宰相，毋是伊讲偌敖呢？无呢？我感觉是好运呢，真好运，坐着高官位。当伊看到伊的兄哥对迦南来求讨粮食的时，伊迄时才清楚知影，哦，原来是迄位稳重的上帝找伊先来，要爱留落存落来的百姓。这其实是原文内底一个真特别、特殊的名词。这个特殊的名词，伫上帝百姓内底是专门来指遐对大困难的内底活落来的人，安尼叫做存落来的人。就是伫战争内底，伫病痛内底，伫苦难内底活落来的人。做伙来读创世纪44章13节，做伙来读来。拍摄，接下去来。来，咱来看第8章吼，45章第8节，做伙来读来。安尼看起来，派我来遮的，毋是恁，是上帝。伊阁互我成做埃及王的首席顾问，做埃及的宰相，管理全国。找我来是上主伫约瑟的话内底重复3遍。迄个过去，互人看做已经死的人，但活转头，成做以色列得到拯救、得到恩赦的关键。所以约瑟到这时阵开始明白，原来这就是上帝提醒伊坐大位、掌大权的原因。近代旧约的学者也安尼认为，这叫做创世纪要紧的主题，因为这字存落来的百姓，我只会当这一字尔吼，存落来的百姓，这字凸显出叫做拯救这个主题。就亲像先知所讲的，以赛亚书第10章第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伫迄日，以色列所存的子民，雅各的后代死无了的人，袂过去倚靠结因的人，因要坚定倚靠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古早台湾有一个名称叫做苦袂了，可能爱有一点仔年纪的人较知影，苦袂了。伫遮大人讲有一个人死袂了，死无去，对无？这就是积极的意思吼。苦会当一直经历了，你阁会当坚持伫迄个所在。死嘛共款，死无法度赢过人。实际上，这嘛算做是约瑟性命的迄个写照。上时这个苦，这个死无去的人，
上帝使用伊，互伊保全以色列全家。换一句话来讲，即群兄弟计划，因是将约瑟卖去到埃及买来除掉。总是加尔文是安尼对咱讲，上帝对天看就否决因的计划。换一句话来讲，对搁较看的角度来讲，约瑟甲伊的兄弟不过是上帝伟大计划的一小块。即群兄哥虽然出对万分，总是上帝却高举约瑟，成做伊人民人的记号。创世纪45章第9节安尼讲，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着赶紧去甲老爸讲，你的囝约瑟安尼讲：上帝互我做埃及的宰相，请落来我遮，毋通延迟。约瑟只是即群兄哥爱转去雅各所住的所在，大讲，约瑟现在已经有全埃及的荣耀。创世纪45章第10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来。你甲你的囝、你的孙、甲牛群、羊群，以及一切所有的，拢通来住伫离我无偌远的高山地区。咱会知影，基远也未煞进前，只有住伫甲约瑟三郡的所在，才会当得到活。听有意思吼？爱甲约瑟住较近的所在，才会当活。创世纪45章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我要伫遐奉待你，因为也有5年的期远，才免你甲全家以及一切所有的歹过日。和合本是来翻译做，才免你甲你一切拢死，拢死就搁较绝对。这和合本的翻译吼。咱爱知，留伫迦南，阁有5年的期远，恐惊只有死无毋对。总是咱爱知影，伫即段要求内底，要吩咐即群兄弟将这个话带互雅各，并无容易，因为要达雅各报告好消息的上时，嘛需要交代歹消息。就是因爱伊的老爸承认家己的罪，因得到啥物罪？因卖家己的兄弟哥，打老爸讲白贼。但毋是咧，伊要讲即段话进前，报告这个消息进前，因爱坦白讲，但伊的老爸讲，阮卖阮亲小弟啊。然后阮搁家己。我搁讲白贼，对你讲白贼。虽然为难，总是犹原爱面对，因为公开的认罪，有时是弥补这个人甲人中间关系劣行要紧的步调。虽然认罪无的确会当得到赦免，咱会知影，所有认罪的人无的确有法度互人来原谅，无的确，总是这是处理咱生命中过去的罪唯一的路径。创世纪45章13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约瑟阁讲：当恁甲小弟便雅悯拢有清白看到我，阁甲我讲话。当即群兄哥对迦南来埃及买粮食的时，约瑟会当有2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就将过去拢放袂记，就亲像伊和伊的大汉囝马拉西。马拉西原文的意思叫做放袂记，所以伊会当将一切过去拢放袂记。对伊厝内底的人、所听的人的生死，拢无敌意，公事公办。伊会当安尼做，伊阁会当报冤仇，加倍来奉还伊
以前伊的兄哥安尼对待因，所以伊不管将伊的兄哥掠起来关，还是处因的死，因的性命拢伫伊的手头。总是约瑟并无选择安尼，伊无选择规气来放互麦基真，甲因保持距离较要紧。伊嘛无选择用报冤仇来苦毒因、怨恨因。约瑟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虽然约瑟经历过迄个苦袂了、死袂去的迄个过程，总是相信是上帝互约瑟的心搬过迄个冤仇加苦毒。上帝互约瑟的心有出现稳定加慈悲。总是当然，伊一开始就会当直接表明伊的身份。总是若安尼，啥物人会不服咧？咱爱知影维持一个家庭的基础是听，毋是照着我今仔日的权威甲身份来的。透过安尼强迫你讲，你爱听我的，听有意思吼？要维持一个家庭，也是正做一个家庭的。咱今仔讲通哭，台湾话讲通哭，其实是听，毋是我照着我即摆有我少年、我地位、我有权威，我命令你，你来听我的，安尼来，毋是哦。所以充满智慧，约瑟知影这点，总是伊免啊知影了解伊的兄哥现在的心境咧，所以伊就扮演一个欢喜欢乐。咱来知影，伊是一个欢喜欢乐的宰相，对无？一群对因做好的，对无？啊，一群搁来掠起来，来恐吓，所以。伊就扮演一个欢喜欢乐的宰相，并且指明爱雅各，伊看做心头肉的便雅悯，就爱指明，就爱伊一定爱来埃及。咱爱知影这项代志是伊治，因为对其他的囝来讲，伫雅各的心内底，搁那亲像约瑟甲便雅悯是伊的囝，剩的囝拢毋是啊。咱爱知影这项代志哦，清楚知影这项代志。这项代志，雅各的偏心也直接造成约瑟的不幸。所以约瑟对伊的老爸开一个药方，要医治伊的老爸，就是毋望雅各会当放下便雅悯，通得到所有的囝，包括约瑟。听有意思吼？这是约瑟开出来的药方，对伊的老爸，毋望会当得到所有的囝，包括约瑟。创世纪45章13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着将我伫埃及一切阳光，甲恁所看到的事，拢甲老爸讲，搁着赶紧接老爸来我遮。然后约瑟开互伊的兄哥的药方，是一个无公平的听甲对待。咱爱知影，这世间不管是毋是兄弟，拢共款，绝对就是兄弟嘛有无公平啦。因为成长的过程，包括咱食头路、趁偌济，一定会无共款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即群兄弟伫原来的家庭得到老爸迄个无公平的疼，所以对因来讲，埃及就是伫饥荒的内底，约瑟伫迄个宴席中真大班，就互便雅悯5倍的分量，这叫做无公平的疼。总是来到约瑟雕工设计伫便雅悯伊的皮袋仔内底有一个银酒杯，
这个研究本的试验内底，伊去看到即群兄弟的改变。即群兄弟毋愿放弃伊上细汉的小弟便雅悯，因愿意做伙回来，发现了因着做伙回来，毋是放便雅悯一人孤单回来。然后，迄个捌主张卖约瑟的犹大，他阁愿意放下家己来认罪，代替便雅悯留伫埃及。这种高贵的情操，甲伟大的请求，才换来约瑟伫这个所在，将伊所为面具来放下，然后甲因三人。创世纪45章14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讲煞。便雅悯嘛趴伫约瑟的颔棍蹄口。人是安怎会流目屎？其实目屎是人甲人中间情绪，不管是咱情绪的表达，总是当咱开始流目屎，亲像嘛会感染到别人开始流目屎。总是伫上帝的眼中，目屎往往代表咱心碎的时，就亲像约瑟即时的流目屎。约瑟即时的流目屎，就亲像诗人向上帝的祈祷。诗篇第56篇第8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的悲伤，你有记录，求你将我的目屎收伫你的皮地，才会兼无拢记伫你的册。所以对诗人来讲，诗人咧对咱讲，其实流目屎有时会当带予咱医治甲安慰，就亲像诗人的相信，上帝会将人每一遍所流的目屎记伫伊的册，这是诗人的想象啦。诗人想象讲，上帝拢有一本细本册吼，随时咧记录，其实无啦，上帝只有会记录咱流目屎的事。安尼代表啥？上帝看重咱每一遍的心碎，以至于想要牵咱的手，行过迄个上痛苦的时。创世纪45章15节，说来安尼讲，上尾即节吼，上尾即节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约瑟佮加遐兄哥三针，男得好，后来伊的兄弟就甲伊讲话。咱爱知影对约瑟讲我是约瑟，开始因就惊甲讲袂出话啊。一直到15节，因才伫迄个惊吓内底清醒，到迄时才讲会出话。所以因即时会相揽，互人联想起雅各甲以扫的见面。创世纪33章第4节，总是咱爱知影雅各甲以扫伊的兄哥。毋捌真正联合，迄时阵嘛，毋是真心的和解。因为当伊的兄哥讲无，咱做伙行，要是讲你先行，我对你后壁。咱看伊的行动就知影，迄时因并无真心的和解。伫迄边的兄弟见面的内底，因中间犹原充满无信任甲欺骗。总是伫遮真无共，伫遮是即群兄弟全新的开始。1981年，南非的行政首都，一个真矮黑人牧师，面对伊面前5位审查小组的白人，安尼讲：伊讲恁白人将圣经互阮，打阮黑人现在爱认真读伊。我要对恁讲，恁过去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不管恁安怎称伊，拢是邪恶、反基督、反圣经的。
假使有人讲我讲毋对，那安尼我只好将圣经烧掉，无搁做基督徒。这是一个牧师哦，乌人的牧师所讲的。这乌人牧师后来做南非的圣公会大主教，叫做图图，伊叫做图图主教。图图主教甲曼德拉两人后来联手，就成做南非行过迄个转型正义要紧的杀手、推手啊，吼推手。1984年，图图主教得到诺贝尔和平奖。1984年，1986年，伊成做圣公会开普敦的大主教，这是南非上要紧圣公会上大的主教。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伊邀请图图来担任真相甲和解委员会主席，为着要调查伫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下面所侵犯人权的行为，所以当时因是邀请这受害者甲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个委员会。然后当场讲出因的故事，然后录影，所以迄是伫南非是大轰动的代志，因为迄是电视转播的。咱来知影，当场讲出因性命的痛苦，真相是痛苦的，所以伫委员会召开的期间，往往出席的受害者或是家属，当因讲到。因互人刑求，或是因去互人带去看因的亲人，因所疼的人，迄个规身躯互人拔掉，甚至是剩一支骹、一支手的尸体的时阵，迄款痛苦，因讲到遐的时阵，遐的时刻，拢会啼哭到讲袂落去。所以，图图拢会找到适当的话来安慰这个受难者。伫一边讲这个伊性命故事了后，有暂时的休困，然后图图用一个 solo 一个独唱来开始重新开始迄个委员会。伊安尼唱，伊讲：阮到底做啥物？阮到底做啥物？阮唯一会做是阮皮肤的色地。所以伫迄天下早起时，图图用伊的歌声咧solo的时阵，全场拢目屎流落来，包括看到即部的电视的观众。咱来知影，真相不只是历史。有当时啊，真相是更较痛苦的记忆。和解不只是政治的手段甲行为，和解上时是对罪恶、道德甲人性的反省、安慰甲提升。所以，图图将迄段经历，就是伊做真相甲和解委员会主席的迄段经历，写做一本册。这伫台湾嘛有翻译。1999年翻译做“无赦免就无未来，无未来；无赦免就无未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经咧对咱讲一项要紧的代志，完全无道理的偏见，会当互真水、互相信任、亲人的关系，上随时就变做地狱。这就是约瑟一开始的经历，完全无道理的偏见，上时同款哦，完全无限制的权力。咱若手有权，会当掌握别人的生死，就亲像后来约瑟同款，完全无限制的权力，会当带来恐怖的后果。就亲像这边应该是昨暗时吧，南韩的总统互人罢免，
迄就是大家拢做伙想起伫南韩戒严时期的恐怖。我相信伫台湾，咱若捌经过台湾戒严时期的，咱嘛无想要搁戒严啊。共款哦，共款。所以加在约瑟甲伊的兄弟，因中间有上帝。加在约瑟是信上帝的人。加在因的兄弟知有上帝。保罗是安尼讲，哥林多后书第5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上帝通过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无搁追究因的罪过，搁将这个和好的信息交托阮。我要逐大讲，咱要赦免人，真正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无遐简单啦。我讲的，牧师讲一两讲到，咱就有法度赦免遐会得罪咱的人哦。我袂遐天真，感觉讲有法度。赦免对头到尾拢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总是真正的赦免是咱愿意去选择。无去互过去对咱一直伤害、一直折磨，真正赦免是赦免家己啦。咱若真正愿意赦免人，那安尼，咱会当对迄个赦免来得到头棒。总是这嘛，只有处理过去尔，更较要紧的是过好。所以伫新约内底，这个过好。是一个关键，也是咱刷落去伫明年度咱会读罗马书一个真要紧的关键。什么会是过好？咱若想起，假使连上帝嘛愿意无追究咱的罪，咱how有啥物道理无赦免呢？总是这确实是困难的功课。愿上帝帮咱，互咱的性命学到这项代志，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这个人真固执，你知阮这个人有罪性甲有限，阮有真固执的念头，所以阮真无容易赦免人。主求你怜悯阮，帮助阮。帮助阮知上帝你的疼已经赢过阮，帮助阮知，阮若无赦免，阮就找无阮的未来，因为阮一直会互过去所捆绑。求上帝引带赦免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这时，三角来吟圣诗621首，圣诗621首，勇敢坚固信徒，会将车起立，吟全首。勇敢坚固信徒，看呀真感动。
愿行是的放下，无幻境他呀，为日见心奋斗，向前行的路。会将车坐。一时来奉献，请邓亚忠、吴文仁技术来书献。车启动。阮感谢你的赏赐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阮相信是你的赏赐，阮才会通伫你面头前徛伫。求你帮助阮，互阮所献的一切有利益伫你的囝儿，伫你的教会中，互阮所行的、所办理的一切事，合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阿门。报告的大生，请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周报新书单的下面。我读一摆，请会众读两摆。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上帝通过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无搁追究因的罪过，搁将这个和好的信息交托阮。哥林多后书5章19节，请。上帝通过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无搁追究因的罪过，要让这个和好的信息交托阮。哥林多后书5章19节，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上帝通过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无搁追究因的罪过，要将这个和好的信息交托阮。哥林多后书5章19节。接着来看周报。
就部的第一页是下周施工的人员、团契聚会甲固定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就部的第二页是小组聚会甲家庭礼拜的时间，请咱家己来参考。奉献若是有重大的，向办公室来更正。继续来看就部的第三页。本主日的消息，本主日是大港节的第三个主日，点大港节第三期的蜡烛。大剧场是新的团契首长，花剧场是敬拜团。今仔日嘛发放2025年的刑事历，伫外口门口吼桌仔顶，请家己来摕。下主日的消息，下主日是圣诞赞美礼拜第一场甲第二场要联合，伫9点半来开始，中昼嘛有圣诞的爱餐。2025年财务审查伫下主日中昼12点，伫701室来召开，请各部新旧的部长出席。小会公告，2024年第940届小会议事同意通过，接纳聘请吴佩慈牧师对2025年2月1号到2029年1月31号协助吴妇人主任牧师来伫教会青年牧养会友的关怀、信徒造就等等来服侍。2025年的复会嘛会伫2月23日来召开，会籍的名单搭伫4楼的公布栏，请会员来看。教会消息，112学年度第2学期的力学金的名单，请咱来参考。嘛，请伫下主日礼拜了后到办公室来领取。有关2024年的奉献，2024年的年度的奉献会伫12月29号来截止，所以你若是有使用信用卡来奉献的，请伫12月15，就是今仔日进前来完成。若是超过时间的奉献，会算到2025年度。有关2024年请款的部分，请伫12月29日上午9点来截止。具体消息，本会李金队姊妹蒙主温调，昨昏已经伫天品山庄举行告别安放的礼拜，请继续为着遗族来代祷。牧师补充报告。好，我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头一项咱爱欢迎，因为钟生兄应该是至少是第2遍以上来啊。然后公豪应该是第1次吗？从来没来过。来过几次，陪妈妈来了哈，陪妈妈来过。那但是咱大家对因兜阁无遐尼熟悉，所以我今仔日已经完成金队姊妹的告别礼拜，所以我有特别邀请因爸仔囝今仔日来参与咱的礼拜，嘛详细咱的教会第一甲多谢所以你们请你们站起来跟大家点个头示意，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咱来拍婆来欢迎好，不要紧吼。请坐，请坐，请坐哈。愿上帝平安，甲恁做伙伫咧。那个如果这个台语听不太习惯或听不太懂，欢迎你11点可以参加我们华语礼拜。
好，我们其实11点晚一点有一场华语礼拜，所以那一场一定会讲华语，所以这样我相信你可能对于你的时间可能更好一点哈，所以欢迎你在11点的时候来参与这一场是9点开始啊哈，那咱特别为着这个来祈祷，针对姊妹是台南口鼻教会的对细汉的伫遐大汉出世的伫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伊的爸爸是口鼻教会的长老吼，所以少年的时阵就伫口鼻教会遐受洗礼，所以后来就过来甲讲终身兄啦吼，终身兄安尼吼，会当伫终身兄的老家吼，其实是伫鼓山。在龟山啦，哈，在龟山他姓迟哈，迟到的迟哦哈，真特别哈所以有这个外省的老爸啦哈，就是祖籍哈总是伫台湾出世哈，愿上帝帮咱也祝福，求上帝稳定甲慈悲，就甲因全家做伙伫地，嘛毋望终身兄会当。煞落来当调整性命甲生活吼，伫差不多1冬外2冬的时间，针对这发生病破病了后，停落来开始医疗，到现在吼，差不多1冬外的时间，我想愿上帝也安慰夫妻，互终身兄煞落来生活甲性命来得到快乐，佮继续落去，有上帝的疼，甲你做伙伫地。第2项代志，我要伫遮严肃来甲大家报告，就是后礼拜咱会有一场的礼拜，咱的圣歌队吼，咱的圣歌队有准备真好的因真用心啊，已经训练过6个月啊吼，所以伫后礼拜的礼拜日内底，咱后礼拜只有一场礼拜尔，9点半开始，吼9点半开始，咱。大概差不多11点外，咱会结束了。迄个咱的厨房有准备圣诞爱宴，所以是真迄个伊鲁姐咧昨昏摕互我的时候，阮因为进前都有交代好势，总是介先无大家宣传啦吼，就是因准备真青草，甚至因想讲吼，要将菜单打出来，互大家知影讲有偌济菜啦。所以我讲好，恁今仔日将迄个公报喏吼，就打出来吼，菜单打出来。换一句话来讲，后礼拜是咱的厨房要遮个大师吼，这个要点因的厨艺啦吼，要点伊的厨艺，所以吼是跟咱办桌的啦，吼，总是。咱会跟爸爸共款吼，伫遐卡咧食，所以是礼拜煞，咱大概是差不多11点，我有计差不多11点半左右会结束，咱就做伙去到6楼，做伙来伫遐用圣诞爱餐，吼。明年度咱嘛慢慢恢复，就是只要是2场合做1场的吼，咱拢会计划有类似爱餐的这个形式，所以后礼拜我要邀请咱大家。假使咱也会使，将咱厝内底碗碟仔摕来，所以来做礼拜时，先捧咱的碗甲碟，放伫咱的皮笼仔内底，就搬来。若有进前放伫遮的吼，嘛会当使用。听我意思啊吼。所以后礼拜咱会只有1场尔吼，1场礼拜，然后是9点半开始。咱若想要去看迄个热青草吼。听讲，咱伊鲁姐真用心，所以有搭伫迄个公布栏内底，咱会当去看吼。至少有10道菜以上啊，10道菜以上啊，10道菜以上，所以要拜托咱大家一定爱来食，好无？好，拜托咱大家一定爱来食吼。这个另外后礼拜的拜六暗时，咱有圣诞宴会，所以圣诞宴会其实嘛有提供要互遮的准备的。所以是差不多，后禮拜六对中昼下晡開始就開始咧
排练啊吼。啊，所以伫即个排练的过程，哪有迄个厨房嘛有准备大顿的，无偌大顿啦吼，较细顿吼，要互遮个伫遐出力啊，咧准备圣诞晚会的兄弟姊妹食。所以后礼拜拜六暗时，我要邀请咱大家来参加咱教会的圣诞晚会。详时咱会当邀请咱附近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好无？好啦吼。好啦吼，安尼就讲有定啊吼，讲有定啊吼，就安尼啊吼。啊，详时伫即礼拜的中吼，阮大概是拜五会去报佳音，所以到时阵我会将即个行程甲时间列出来。伫拜五的下晡，我会伫附近的康复之家吼，有一间康复之家，伊想讲要爱。咱教会去报佳音，详时了后会去到星光产物保险迄栋大楼啦吼，迄个复兴路遐吼有一栋大楼，浩杰长老同我讲吼，因嘛真需要福音嘛，所以爱去报佳音嘛，所以应该是后日刷落来，即个拜五的下晡会去报佳音，所以即个时间甲时间，咱会对教会出发用行的吼，所以。若假使咱若愿意，我会公布伫咱教会有一个公布栏，有一个群组，台湾教会群组内底。时间咱大家到时阵若会使，就做伙出来，做伙报佳音，会先伫下骹一合，咱会先唱一个，然后就出去报佳音。吼，所以后礼拜的拜五下晡吼，这是下晡，后礼拜拜五下晡诶。进行遮个报佳音的活动，所以请我先伫遮公告啦吼。后来迄个时间，我会公告伫咱教会公布栏内底、布告栏内底啦吼，迄个群组内底。吼，多谢咱大家。重音，圣诗387首，圣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会将车起立。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家圣诗颂你的。现在的地，将来也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会众请坐。请领受圣歌队的祝歌。
献乐列岛。请甲身躯边的人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